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举办2026虎头埤水鱼里热狗杯宠物趣味的竞赛，今年已经迈入第2届。市府为了持续打造宠物的友善环境，今年活动不但规模扩大，而且奖励嘛大幅度来提升，活动总奖金高达3万以上，欢迎毛孩的家庭踊跃来报名参加。其实虎头埤山光水这也是全台湾第1个水库，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没有错。但是现在不仅是老年人喜欢，少年人喜欢，青年人喜欢，现在连狗狗都很喜欢。所以我们特别去年举办了热狗杯第1届受到非常非常广大的欢迎。那今年举办第2届，所以狗狗的这个比赛还有狗狗的这个走直线的部分还有都很多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看。那除了狗狗之外呢，喵星人我们也举办了犬猫的这个认养这不仅是我们就是说以认养代替买卖，那能够让狗狗找到一个安稳的家。所以我们动保处也跟很多我们的志工团体跟公民团体合作，一起来在虎头埤举办认养。热狗杯宠物趣味的竞赛，在去年首次举办时，引起民众热烈的回响。今年开放中型犬甲小型犬各100组的名额，对今日起开放线顶来报名。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去年的冠军犬哈库嘛，由着主人走来现场，甲市长来互动，模样相当的古锥。活动当中除了趣味的竞赛，另外还有宠物的主题市集，甲动保的领养等，希望透过活动串联观光产业，甲生命教育，让更多人认识动物的友善理念。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